算这啊呢？是啊。哎，还有这跳街啊，你看。跳起来，你跳，你跳。嘿，好，嘿，哈，嘿，好，换你，我，好。我若弹着你爱跳过哦。不可能哦，有啦，有可能，是安尼哦。不是落雨啊，你伤淡啊呐。紧来啦，袂使跳着哦，水袂使跳着，嘿，爱翘起来，爱翘起来，对，爱翘起来，嘿，翘起来。哦，你厉害呢，哦，打着，哦，out，你哪会安尼呢？哦，哦，你哪遮厉害哈？什么？哎呦啊！阿公你有，你哪扣这拢袂发出声音？你这厉害，我最欣赏你的。你爱讲卡骨力，对，维骨力啦。不然这集就是拢咧耍游戏就对啊。耍游戏是一个咱要去佚佗的一种主题。一个所在。全台湾拢有。全台湾拢有的所在。嘿。会使跳街啊，嘛会使奔泡泡。嘿。倒位？公园啊！竟然要去公园佚佗？公园佚佗，安那你无想要去吼？你会使走啊？莫安尼啦，嘿啦，公园我足爱去的啦。你足爱去吗？对，你嘛爱去嘛？对啊，大家拢爱去啊。但是吼，我甲你讲，若真正要公园佚佗吼，这气生小队的队员足重要。嘿。因为公园就是大众拢去的所在嘛，是，所以你有的人较悬，有的人较矮嘛，有的人较胖，有的人较瘦嘛，对无？所以我今仔气生小队的有一个150，一个180，拄啊。是7个8个呀。是呀，对呀。阿雄啊，一个150的。东哥，一个180。拄啊。拄啊。什么100几？100什么？150啦，嘿啦，150、180，啊无你偌济？150。你真是150。我差100了啦。我看伊无去哦，看鸟无点。我顶届我带去公园，是溜花哥。溜花哥是啥物？伊个单杠。溜花哥。甲因讲一下，我记录几个？我甲你讲，我溜2个。你莫哈，无你问迄念遐书，你溜几个？你溜几个？唔敢应，连害都无害，一沉默以对，都不会啊。今摆一般差不多2个3个。差不多啊。你溜几个？我迄天溜8个。哇！海军陆战队。海流啊，这个咧，那水鸡，安尼。我是卡伤短，那无应该有100个。我会使溜10个。你溜10个？因为我徛咧安尼。你跳起，我那靠到一个下骹。安尼就知。差不多100啊。你溜2个嘛溜去。恁这集我要先来炒。再见哦。无啦，恁3个拢有囡仔啦，拢会使带囡仔去公园佚佗啦。哦，无咧你。大人之间卖比赛，比赛，太快哦！大家请坐，要去公园佚佗。恁上过恁兜附近有啥物足赞的公园吗？哦，有啊，阮兜附近的公园，有一遍吼，我捌甲人介绍过，阮兜遐是全台北市地价，就是成交的价数上贵的所在。哦，就是树林吗？啊，迄个时阵吼，我就大机啊想看嘛，尾也发现讲。阮遐唔有温泉，有啥物？阮遐连公园啊嘛足厉害。有，嘿，阮兜边仔有一个公园，你知伊有一个迄个游乐设施，叫做天空之树，天顶的树啊。为什么？伊内底干那互你出溜龙的溜滑梯，伊都有3、4种。有一种吼是囡仔上爱塑胶的安尼有啊。啊嘛迄个，嘿，啊迄个2层的，有啊，短短啊，迄个幼稚园迄个算的。啊，佮有迄个铁的，足悬的，咻足紧的。啊，伊3层楼悬以外吼。伊顶完还有一架，你会使爬架啊。伊嘛有迄个攀岩，细细啊地，你会使亲像小朋友会使爬壁安尼爬起哩。啊，过来，伊嘛有迄个左边右边，互你吊单杠起哩的。啊，伊上下骹吼，甲所有的迄个茶、迄个敷拢铺好啊。所以囡仔你安怎跳，安怎算拢袂遐喏。
我讲遮多，伊只是一个流浪哦。出流浪呀。嘿，这个公仔除了这个出流浪，伊边啊，佫有一窟沙池啊，会使算。啊，佫过来有一个溜冰场。吼，佫边啊吼有一个游泳池，有室外嘛有室内，室内佫是温水的哦。嘿，啊过马路吼，都有便利商店。啊，拄拄喺沙池啊边吼，饲落都通啉滚水，啊下骹有开水会使洗骹。会使洗骹。佫较厉害的是，这个公园啊吼，伊佫有2/3拢是青草地，拄拄喺甲占2/3。拢袂青草地。青草。土地，不要那讲，青草地咩？草地啦，草地啦。啊，地下室3层是迄个停车场。你看，我甲你讲，你莫凊彩问阿雄个问题。啊，5分钟。我5分钟才讲的。我一定你紧甲出道，你也袂出。你讲你有3种流浪，但是无传统的磨石子，是不是？迄是阮兜边仔迄个大个，阮头前有一个小个公园啊。迄个公仔内底佫有土地公庙咧嘛？赞。我拄仔问，为虾米恁兜敢有恁兜遐个公园敢有磨石子的流浪？嘿，磨石仔的啊，因为咱的导览城市为着磨石仔的流浪，甲人去。做伙去抗议，因为因兜附近的公园啊，因为囡仔上爱耍的活石仔的流浪，互人拆掉，伊就袂爽，就去抗议，啊，就组成一个联盟，去甲台湾的差不多200个公园做改善。200个，希望所有的囡仔拢会好好啊耍，安全的耍，好好啊大汉。大海边哦，我想看咧。我甲你讲，伊连咪水出啊，你。今欢迎你咧，大海边啊，欢迎我上后生的妈妈啦，阿君，欢迎。就快哦！对，嘿，今仔日咱有考核，嘿对，来看一个来公园生活教诲，囡仔只会好有情。我要上大家谢谢。这句话我非常的认同啦，我2个囡仔拢嘛是去公园啊，耍啊忝，等下食饭饱就好困啊。你真正为着一个流浪啊，去甲地方的妈妈做去抗议安尼啊？就是乡消息，大家感觉，因为我平常时假期啦，是平日啦，拢会去佚佗。结果有一天就乡无去啊，大家感觉足惊吓，哪会无去？无原因，你敢知影？伊就是规个无去啊。你长敢无先放上讲，我即马流浪要听着无这个代志，就是乡有一天去，伊个无去啊。哈，哎呦！我就敲电话啊，咱即摆台北毋是1999嘛，我敲电话去问啊，伊就讲因为伊无合格，所以我就甲伊拆掉啊。啊，恁做去甲公园围起来，甲抗议。无，我是去台北市政府头前抗议啊。去甲市长围起来。你安尼袂使，你安尼甲我拆掉，你也拢无放上去，你安尼。你对。我徛头前了，我讲囡仔，我讲安尼囡，恐怖。我徛头前，我讲囡仔无说当个耍啊，有啥物要拆掉，你拢无甲我讲原因，所以我去抗议安尼嘿。尾啊，你抗议了，伊有搁甲你气倒。伊用别个方式甲我气倒啊。啊，啥物？工程发到你做？无。伊是发到设计师做，啊，毋过设计师来采访。阮要安怎做，还是囡仔要安怎做，等互公园较好耍。嘿，问阮的需要，问使用者的需要安尼，嘿。啊，到尾迄个新的流浪，伊写做啥款？等下你个会知啊。哦，等下你会介绍。对。一定爱出去佚佗，啊无即卖囡仔拢是三 C 成瘾，安尼就看电视啊，看手机啊，安尼袂使啊。安尼带咱大人甲囡仔做伙来讲。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的导览先生阿君。我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台北的3个公园。
头一个，这个头拄仔讲的，伫艋舺区去用拆掉迄个流浪。哦，就是恁就是这个哦，我兜附，有妈妈附近的，你敢知这里对一个公园，有看过吗？有户的应该知影吧？熊哥应该知影吧？先啊，虽然我身悬150，人咧讲我同亲，安尼我一定爱知影嘛。我讲你较有经验嘛，这30档啊。哦，是较有经验应该捌去过，只无印象，这是伫咧青莲公园。哈？青莲公园。对。是我以前这青莲公园，甲大家讲一下吼，伊问着我。卖辛苦啊！开始啊！这1分半尔。我讲较紧的。我咧我头好国校的时阵，迄个青莲公园拄好起好的款，阮母也带阮去，讲遐有足大迄个銅做的马，通我翕相。阮去遐有厝流浪，我会记的，但是厝完了后去遐坐迄个銅马顶面，你知影？热人30度，尻川坐去起。哎呦，规拢熟去。要熟去，你知无？我怀疑我会遮矮，就是因为迄个时阵碰到别个所在。你看我感觉。生袂惯，你开始拖烧。所以去用拆掉可以这个流浪，咱看后一张，嘿，同一个公园哦，咱看后一张。所以其实咱有甲政府讲啊，咱来需要去采访使用者，就是囡仔意见。所以政府就发包讲做这个囡仔的工作坊。咱伫个囡仔耍的过程当中，设计师甲囡仔王来观察囡仔是安怎耍的，然后设计师再来做设计安尼。这个是根据头拄啊，这是根据头拄啊迄个工作坊设计出来的公园，这是一个飞轮机，敢对飞轮机的型。啊，毋过内底，安怎看？这是飞轮机。这飞轮机啊，飞轮机头啊，这头是吧？这也是啊，哇，飞轮机看出来这是实啦就对啦。嘿啊，对，这实啦。这是伫倒位？这伫个青莲公园内底。对，所以这对头到尾拢会当耍啊。你会当比较白啊，你会当海过来啊，头前个会当洗回轮机。哇！对，所以这个是根据咱囡仔好多耍的过程当中，要怎好这个回轮机的设计更加完整、更加好耍，迄就是咱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坊的原因。后一张。啊，这嘛是工作坊内底，咱这有偌悬？差不多400公尺吧。无遐悬啊，惊死啊！400公尺囡仔。2米差不多吧。哦，差不多2米啊，差不多2米啊。你看这是行伫咧保养啊。爱先签啦，你签好的，你要去哩哦，好，你会使去哩啊。我甲你讲，阮囡仔足无受教，去哩好。无啦，无这嘛是安全的。你看这下骹是迄喙石啊，有无？就是咱头拄讲做小的敢对？喙石啊，这个咱叫做自然素材，伊会当保护囡仔下落来较安全以外，伊个是袂互温度遮尔悬，打起袂烧。所以为虾米公园其实咧做一寡自然素材就是安尼。而且这是飞伫咧云顶悬有无2米啊，行去了后，佫会当安尼，足无稳定啊！囡仔就爱耍，佫直接出落来安尼。感觉飞喺天顶就对啦。对，啊，佫有风的线有无？安尼感觉足好的安尼。好，咱看后一张。啊，这是即摆做的麻石啊，你看这是一个人耍的，啊，这是大家当做伙耍的，系啊，就是无共款的体验。啊，这个麻石啊，咱佫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哦，因为囡仔有这无共款的嘛吼，可能有一个轮椅的囡仔，所以轮椅的囡仔当对后壁遮安尼塞起来，嘿，啊，甲轮椅趴伫遮，啊，人出来了坐伫遮。轮椅遐个对这边塞落啊，甲伊接过安尼。嘿，这是咱介绍的，伫咧艋舺区的青莲公园。嘿，咱来看后一个。等，讲煞，爱只马咧？迄只马哦，红马啊。你可能爱去看一下，因为我无观察伊即摆伫倒位呢，可能伫原本的所在哦。因为啊，遐个草无发出来，伊就走去。无草去食，无草去食着。嘿，啊，咱来第二个公园，这伫咧五股。五股，嘿，这五股。哎呀，这是啥物？你会看得出来这啥物件啊？笋啊吗？牛角。哦，笋啊。啊，你敢不知啥物件？笋啊，就像迄南投迄个土地公庙啊，有笋啊。指南宫，对哦，就厉害咧！我感觉就像牛角，哦，不是啊，这真正是笋啊。嘿，石笋。你讲笋啊，你讲牛角，你金蕉有壳头。你若受无就点点就好。冇紧。我去咧喷的，今仔日哪会无啦？
你哪有喷的？你哪有喷？哇，记得喷我厉害，迄内边后袂讲的都甲喷你继续喷，咱都无来宾个啦。袂使。刚才你个手机。我这是管的哦，这安尼有10公尺安尼，嘿，5站楼安尼，啊，5站楼，嘿，啊，囡仔就是安尼爬，啊，人对中安尼趟过有无？啊，个人看外口安尼就水的，嘿，咱看下一张。加起嚟要足悬的呢。加起去啊，囡仔有练习对 A 开始练习，所以咱有做一寡。哇！但是遮尔悬。啊，边个高架桥同款。嘿，所以其实伊伫下骹，伊其实有分开，就是变成讲这是下骹会当互较细汉的耍，像伊有耍沙啊，啊有一寡溜索啊，有一寡较细汉的咱内底味啊，有一寡无共款的设施安尼，嘿等你感觉家己有够啊，你会当爬去挑战有无？啊，佮对迄边安尼赶落来安尼。好，这像迄个霍尔的移动城堡。哦对啊，这水的哈，来看后一张。AM 高上安尼，嘿啊，你 AM 嘛是人还算因为拢有开火，嘿啊，你看这嘛是喙石啊，有无？有当时有喙石啊，佮有一寡，我讲茶油啊，其实伊嘛有功能哦，因为迄是自然的素材，敢对？所以你看囡仔差不多毋是讲爬袂起去安怎，伊爬袂起去心情都歹啊，讲哎哟，我哪爬袂起去啊？哎，只好来遮，伊来遮耍迄喙石啊，耍迄幼师啊。培养家己的心情，培养好啊了，佮有信心咱个挑战一届。所以其实自然素材其实佮有一种会当调整囡仔心情的功能安尼，嘿，所以有这个好处诶。较早人网架内底咧画，迄是真的咧。讲有囡仔心情无好，伊踮边啊，爱就安尼。对，真的。我这画面就适合你的哈。你看起来就可怜。你咧讲，哎呦呀！要讲一下，我这个游戏场有开放进前啊，我有做一个叫做使用者回馈的工作坊，就是伊还未开的，啊，毋过伊互囡仔来耍，啊，耍有啥物问题，设计师他搁去改，啊，改了他开开放。安尼爸爸妈妈就袂感觉讲啊，这做悬的无多安怎，因为我拢有想到要安怎应对，互政府部门知影这是要安怎应对吼，来的人会当帮感觉较轻松安尼。所以这是一个活的功夫，活的，随时改进，对，真的，即摆功夫人家做流行诶。伊讲着暗时啊，我头拄嘛伫咧这本内底看着阮兜迄个功夫，一定要互你看一下迄个相片，伊暗时啊嘛足水的呢。哇！真的，迄亲像一个鸟嘴安尼。对，天顶的树啊。对，大家当常客，嘿。水饺。好，啊，阮来第3个公园，头拄是伫迄台北嘛，这嘛是伫台北，这是新店。哦，新店。啊，大家看得出来这是啥物物件吗？有一个。伊看得出来，你看。你上我看，你看，你讲。这你看袂出来。我系对，我哪看袂出来，这是啥哈？我看不出来。得一得啊！得一了。得三位。可能唔知。得一了，多你们知影？迄个敢若寄居蟹呀。你讲卡哦？系啊。哦。啊，毋过卡无遮悬吧？你爬安尼无得游泳咧，无得游水咧。伊有3只迄塔起哩安尼。无啦，这是较早人喺放七啊，喺仓库有无？嘿，就是放七啊，迄种仓库，有做迄个造型安尼，嘛是足悬的。做这个造型，要做这个造型。因为较早遐是有水准流过，所以边遐拢是田，你敢知影？嘿，所以是有一种较早的迄种记忆安尼，啊，就是虽然即摆全部边遐起厝啊，有无？啊，会当起这个物件，互囡仔知影，其实这较早是其实有水准流过，佮有迄种较早是足侪田的，是有残痕的对啊，这个做安尼。啊，所以你看头拄咱看遮哦，这个是咱讲会当，伊嘛是会当互轮椅去，就是对遮安尼撒去有无？安尼连过来到遮。无障碍设施啊。对，啊，所以而且佮有足悬的。这较悬的游拢有无？爱嘛有 A， 有无？所以其实足侪人会当使用的就对啊。嘿，咱后一张。哇，就这是咱柴油啊，有无？嘿啊，就是咧做自然的素材，热人袂伤热，佮会当调整囡仔的心情，佮做安全的。伊嘛有耍沙的所在伫后壁遮，嘿，所以嘛当耍沙。后一张。哦，这个是咱吼，你爬到上顶悬有无？迄个仓库的上顶悬，对顶悬向下骹看有无？就是上这安尼，啊，遮嘛当爬有无？伫遮。这有像美国迄种 mini golf 的所在，拍高尔夫的所
这是假草嘛，这是真草。系啊，即摆公园嘛，希望是咱尽量自然安尼。嘿，咱后一张。啊，你有看过这项吗？ 阮细汉有咧算这啊，细汉有咧算这？安尼，安尼嘛，嘿对。就是安尼。阮以前是徛起哩啊，为迄门口口徛啊，对，感觉家己最厉害。对啊，这是一个人用的哦，这是秋千、公秋，你知影吗？这是公秋呢？海公秋啊，嘿，这海公秋，啊，不过这公秋是互坐轮椅的小朋友用的。哦。啊对，所以你就是安尼拍开了，规个轮椅塞起来，嘿，拍开变成一个安尼，一个坡安尼，变成处处一个架，处处一个架，你撸起去了，伫遮啊固定你的轮椅，给当塞到足悬的安尼，嘛当去感受安尼，嘿。足甘心的，对，嘿。我读过本来要有海盗船呢，啊一张。 啊，所以跳到讲水准咁对，所以爱生水啊，系啊，所以这样生水，热天给放水，啊，这是水道，嘿，够赞的呢。咱看后一张，会使生水，啊，这个有放瀑有无？啊，你看这放瀑对遮地嘛，伊这水会出来，啊，石头水嘛会出来哦。哇，古早呢。啊，所以这嘛是一个防灾功能，头前两个嘛拢是，所以其实你啊，发生最重要。 紧急嘅代志的时阵，你会当来遮住，变成一个防灾的所在，计咱用水有无？会使去公园住。恁兜的地当去厝若放去啦，临时的安置，临时的安置，所以你有水爱用啊，这些物件，伊嘛有这个功能啊呢。所以想到的，哪安尼才照到？其实全台湾拢有呢，就是有这防灾的功能的功能，紧急避难设施啦。嘿，对。你看迄功能大还是细？像咱这三个是较大的，所以其实拢有这种功能。哦。系啊，所以你应该有水啊，有所在当大个，当有所在当起火啊、煮食这是。 必要的嘿。原来迄茶若是危险的时阵。无，这代志，无这代志。哎，奇怪哈，伊介绍好来甲咱遮拢注意。我去啊！这就是我今仔日介绍的3个台北的公园。特色就有特色。我们倒伊啊，倒伊。通过。哦，安尼会使。还袂煞。我袂煞。还精彩，精彩。有想要去佚佗，等咧，小等者。嘿，老师。那好多是介绍台北的嘛吼，其实桃园嘛有哦，所以我要出2个题目给恁。咱来看头一题，这饲料厂啊，你有看过嘛？伫咧水圳啊，还是啥物所在拢会伫饲料厂啊？对，啊，伊是用这来做公园的设计。啊，你感觉伊这要安怎放伫咧游戏场内底，互囡仔耍？生饲料桶。生饲料桶，你来研究一下。敢会是安尼？嘿，大。哇，你是有一个。这伊本来是安尼嘛，甲囡仔弄，啊，才安尼溜出来。睇那囡仔吼，有诶，伊过冬啦，你甲落去了，出来就变散了。你加埋啊？矫正的啊。饲料桶。这应该吼是玩鬼抓人啦。你倒伊！我伫遮，阿雄，我伫遮。这是员外的丫头，是不是？刚刚不哩好耍哦。袂歹耍，还是大声公啊？喂，有可能。传话筒有遮大吗？嘿，所以你以后是做啥物的？唔知。我拄则讲啥？袂记啊。我用米烧吹啦，米烧吹。好啊，这饲料桶甲袂使做成别种好耍的玩具。就是这。饲料桶。可以看到。流浪。哦，这个是足悬的流浪哦，有3个会当出落来安尼。头中迄个上中迄个白色的，迄就是饲料桶，有无？甲伊并过来安尼。阿三镇楼安尼，囡仔会当爬去佚佗。哦。这是咧桃园，因为佮是比糖嘛，做济，所以就是饲料桶嘛是互囡仔做一个特色，记忆安尼嘿。
这是缩小版的啦。对，变大就变成安尼。所以就是讲啊，你来这个有特色的这个公园佚佗的时候，你会使迅速了解地方的较早的模样，过去的模样。而且重点是够好耍，一定爱好耍嘛。对。囡仔较爱耍嘛，即使是第二，啊，毋过第一一定爱好耍。一定爱好耍。咱还有第二条哦。我第二条。哎，这老师你讲，有一个公园啊，是用这个盾牌顶悬的 logo 做的，啊，陆海军佮有空军，你感觉是对一个军种？有一个公园，这个应该知影，好多大家拢有摇着呢。我替代役呢。哦。是消防的啊，消防无伫迄军种内底啊。无。系啊。我免看哦，我新闻不足嘿。你有做兵啊？有啦。啊你你较早做啥物兵啊？你有做兵啊？空军嘛。你较早空军的啊？空军。好啦，阮要空军好啊啦。哦。我要加入军。3选1好了，选择题。海军、陆军、甲空军。哎，空军我陆军啊。哦。陆军。啊，我海军好。海军。用配，一定有人摇着就对啊。三选伊大家拢有选着安尼。这个盾牌是啥物？公园的主题？动。就是陆军，嘿。陆军的主题。这嘛是伫咧桃园，嘿，这公园伊就是一个较早的军营，爱甲伊拍开，伊嘛是互囡仔耍的，佮是这较挑战的。就是有迄陆军的训练，无你讲白，走入去嘿，500种爱，对。所以你讲这较早是遐个陆军的军营，对。开放，了后做一个游戏场中，还有一个部分。军营足大的呢，啊，这公园就夭寿大。是真大啊，毋过伊就是做这两个。除了有大家做伙用的所在，伫咧游戏场的部分就做这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互较细汉的囡仔耍的，一个就是像这种500种爱的，互囡仔去调整。妈妈踮遮咧话，等下食早顿哦，囡仔顿下食暗顿。妈好顿下，收下，有顿下就是要坐车呢？去做兵啊！凶啦！啊，我今日的介绍就到这。啊，全台湾其实有400个公园哦，一定400以上的公园一定改善过啊。所以欢迎大家到全新的台湾去行透透，做伙耍公园。我较早吼，伫咧台湾的公园咧耍吼，我拢感觉足怨叹。是安怎？大家拢是罐头。拢罐头公园啊，拢是是不是？嘿啊，啥物拢生做同款的啊，是塑胶迄种。对，无唔对。3原色的。嘿，对。啊，即摆我听你安尼讲，哇，咱台湾公园不哩好耍呢。对，搁有做济来，像迄马来西亚啊、日本的啊、香港啊，拢会来遮耍哦。为着公园来的，为着公园来，对。算台湾之光啊咧。对，即摆是啊。我一直当作讲全世界为着公园，啊有迄个观光客会去的，敢若迄个巴塞隆纳迄个奎尔公园，对无？啊，搁有一个你有去啊？你毋是去公园上顶悬坐迄个摇车，溜车，然后为顶悬撸落来。你讲纽西兰啦，纽西兰，迄较无算公园，伊迄爱收费。设施。哦。但是你讲迄巴塞隆纳迄。奎尔公园，你入去嘛是爱收钱呢。对，嘛是足贵的哦。我的工作室旁边有一个公园，足大的，啊有一个差不多20-30公尺的柳树。柳树。台北吗？台北市松山区。松山区啊，迄柳过就在安啊。是贵哎，你等来嘛，爱旅游 passport 的。其实这边大公园拢会做柳树，然后我头多介绍的五股嘛是有柳树，啊，差不多这个嘛是有柳树，赞呢就赞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足感慨是，以前咱细汉咧耍公园啊的时阵，真正拢无遮济所在，遮济物件通好耍，有设计通好耍，拢是耍迄个免钱的，像恁这画客啊，啊，踢公啊，啊，无就像恁扣拔规条有无？啊对。哦，你跳耍。迄边去啊。系啊，啊，就算个变过。有缝沙包、绿豆、放绿豆，啊个米。
就是这啦。就是这。你唔是桃园人，上啊算这。我唔是桃园。哦，你，哎呦，啊，扣一个起来，搁摕一个啊，真久无耍，真久无耍啊，拢袂记去。妈妈，我已经大汉啦。大汉嘛是爱保持爱耍，啊一个爱耍。童真嘿。会记得阮细汉的时阵，若是讲甲同学若是要去公园耍，啊，唔知影要耍啥，咱就捡叶啊，捡沙啊，鸡仔伫遐咧扮家酒有无？来叶啊，迄沙安尼囥起来，讲来我包肉粽互你食。这摆公园其实嘛有呢，这摆公园有诶较自然的公园，伊会做一个小厝啊。啊，囡仔也在佚佗啊，细间厝啊，呢嘿，啊个还是插头做的，足水的。啊，大家伫遐捡叶啊，捡啥物件，嘛是有这种功能啊。有一届我带阮查某囝去公园佚佗嘛，啊，阮细个时阵拢会去挽花啊，啥物啊，挽草。啊，有一届安尼，捡，妈咪，我给你吃，然后高赛，今天啊，高赛，你不能离蛋糕。恁查囝个友好，有迄有机的啦，上好啦。前一工互恁妈婿请你食好了。恁细汉的时阵上爱耍的物件，可能拢是无钱的，免钱的，大自然 QQ 的，耍石头啊、茶啊安尼。啊，今摆咱拢讲环保嘛，啊再利用。阿君老师，你嘛是有一个好朋友，是专门来教朋友耍迄免钱的物件，但是又好耍。对，我嘛有一个好朋友，我今日有请一个好朋友来，伊就是专门甲这细汉恁大家咧耍的物件教互即摆的囡仔。好，啊，今摆咱就来欢迎你的岛南好朋友梁俊雄，哟，校长。校长。大家好，哎，请坐。校长应该是复兴的哦。对，复兴念厝庄。哦，复兴的，阮中华复兴的啦。是。你若台湾省念的拢差不多遐出来。是哦。念的。耗子你住倒一个？我彰化市。彰化市啊。系啊。我有一个疑问，我要问一下，校长，你是家己开一间学校，还是互人请做校长？阮家己开一间学校。安尼叫哥哥啦。哎呀，哥哥。等下。有欠迄个客早囝无？有真欠，你进来。你两个会使啊？啊，有欠老师无？有，嘛足欠的。对啊，欠点心阿姨。有。所以恁学校咧对啊？阮伫德北。德北。系啊，新德县德北市。算是国校吗？唔是，阮是一个算讲一个应该说。迄个互囡仔去有快乐童年的一个所在。森林小学。哎，对。哎，所以内底拢咧。假日学校啦，阮叫。假日学校，叫做假日。拜六礼拜。年班啦，假日学校。其实嘛，无是拜六礼拜啊。假日有无？大概有放假的时阵，会当去遐耍。哦。耍到全身躯拢是。对，真正系全身躯哦。嘿，你看。耍啥物？像迄张是耍啥物啊？对啊，伊咧耍啥？迄是学啥物？学着啥？学汉字啊。学汉字。会带囡仔正汉字，也互因去体验学汉字，有啊，来等下来控汉字啊。哦，你讲有控药就对。嘿啊，有啊。啊，嘛会当煎薯条啊，拢会使啊。做包做这物件，不要耍了。你看伊迄流浪。因家己起的，对啊，这就我就产品念头呢，迄不是土石流啊，我就产品。我就好啲，哎呦，哦，迄药遮久袂歪。哎，但是讲真诶，会使安尼，拢啥物卖管安尼耍水耍落雨，真的是咱较早装卡囡仔耍的，迄个啊，迄个方法啦。而且校长做用心啊，像这刷应该是无的哦。所以刷倒来，这土啦，迄土倒来去刷一下抢买啊，你买10卡车，你甲拄起来啊，你就当互因算啊。啊，你家己踮遐豆甲起。无啦，当然嘛是叫迄个怪手甲伊用起来啦。你的囡仔若是去遐，带去遐，你感觉伊两个有敢会甘愿耍泥巴的流浪？一开始，伊会讲哦，迄就太高对啊，那个规身躯拢啦，是都是囡仔，嘿啊，像较早我带去垦丁的时阵，啊去海边啊嘛，啊去沙遐嘛，
伊骹打就紧揪起来，会惊迄都市囡仔无。打着草，伊嘛唔敢打。哦。我来讲，若是孝子引导去，囡仔一定是惊，啊，徛喺边仔看爸爸咧耍。你看你爸爸好等来啊！你规身躯安尼脏脏。妈妈讲垃圾啊，你会讲来讲算者，我讲。伊到阮遐，伊就慢慢伊就会适应啊。伊阮遐会当互囡仔耍沙、耍土、耍火、爬树啊。耍火。嘿，对啊，伊就煮物件、野炊，啥物拢会使。慢水果，慢慢来。去鱼池耍、爬树啊，有无？逐项拢会使啊。所以咧，恁兜的囡仔看伊会惊垃圾对无？伊来遮伊慢慢来，伊可能咧耍，伊慢慢来。别人会使，伊到尾伊嘛会使。真较早，咱伫咧庄脚咧耍的这系物件，爱甲大自然安尼接触。是，这才是咱原本的自然，原本生活的土地。我嘛是因为安尼吼，要囡仔对自然袂惊吓，我才带因去山顶露营、露营，就是会去草顶玩走啊，去割啊，去淋啊。因为互囡仔会使甲这所有大自然吼是一体的，毋是清分的，最重要的。对。所以让上迄几个囡仔来校长的营队，来，阮体验一下哈。会使体验手做的物件啊，好臭男生玩呢。嘿，对啊。臭男生，臭男生玩。用竹啊有无？做枪啊，还是讲迄个做刀做剑嘛？做剑，还是讲迄个有无？用迄个，因为咱迄个鸡叶啊、树的树枝有无？会当来做剑啊，就会当来耍。来了，做看卖啊，来。简单的，我今日来甲恁准备者。水哦，来。阮囡仔的时阵上爱耍的就是这个啦，哈。这种的叫做，啊，恁看这叶啊有无？这是什么叶啊？哈，这是鸡叶啊，有无？鸡，不是。草啊，粿咧用的，这阿妈要做粿对无？啊是毋是讲叫孙仔先去挽叶啊？啊是，我知阮妈妈人叫我去挽啊，放个加刀加，啊咱咧有无？这粿有无？你看。我袂使。哦，你冇咧包粿做粿。对有啊，迄整个装卡大家嘛家己做的，家己做啊来做粿有无？啊这嘛会当做有无？迄个做啥物？做咱较早吼，阮拢摕咧做红啊。红啊？嘿，红啊有，这会当。做啥物红啊？红啊有无？哦，这你看，你做这有无？做红啊，红看来毋是拢咧看布袋戏，啊来看布袋戏，阮拢学迄布袋戏内底迄剧情有无？哦，伊啊，你会当做起来有无？哦，咱家己来讲，噔噔噔噔噔文州大儒侠苏彦文啊！啊，这就是，这若两仙对吧？吼，你个会当安尼有啊？你若家己做两仙，袂歹，这要去佚佗，有啊，因这点真注意哦，这点真注意哦。你看，这做足紧的有无？哦。啊，咱自然吼，这种大自然的物件做起来，啊，你个会当安尼啊有无？安尼就两只啦，对，你就两只好无？啊，你做袂起吼？你要做无？你要做？你袂晓啦，你看袂晓啦，马上做大只，啊，马上做细只有无？哎，你嘛好安尼。啊，较早。阮较早咧耍着无，就讲哦，苏彦文、钟景林，吼大骨剑，好，自己想嗨啊！真听囡仔叫爸爸讲好来，差不多啊，这就是咱。大自然的玩具，咱家己搬咧叶仔来，我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，安尼家己会当去耍。为什么我做起来，那摆卡呢？你这是老三啊！啊，你怪我住了。我会看起来有水秀呢。有水秀，那安尼，你也真高贵。我这会秀。这有成功无？这有成功无？你咪当做种任务啦，记得。去到大自然啦，一片叶啊，尔。一片叶啊，淡仔生甲变过。对，一片叶啊。是啊，就是这。啊，上严重的是这啦。上严重啊！上严重就是阮囡仔的时阵吼，拢会去，有无去用迄机啊去记这一节，这嘛是就是这个叶啊，有无这鸡叶啊树，嘿鸡叶啊树啊，咱拢用这来做剑。剑做剑就是讲，你即摆摕一节对无？摕一节啊，直啊，直啊，吼！啊，你即摆就是安尼啊有无？阮拢举迄刀啊有无？啊，家己安尼，啊，按家己按遮，啊，伊即种的鸡叶啊，吼，伊的本名叫黄锦，啊，伊是海对黄锦，啊，伊这
阮拢讲鸡叶啊嘛，因为咧做鸡拢爱用这。烤一轮遐。啊，烤一轮了，你刮过了吼，啊，你就摕咧讲起啊无。鸡叶啊。系鸡叶啊，啊有讲龟叶啊。我遐嘛是讲鸡叶啊。你看啊，即你甲定定拍讲讲的有无？啊？我会出汁呢哦。哎，对。啊，伊这是这严重哦。这严重啊，这严重。这阮拍较老味老滴诶。好，安尼啊对吧？哈。有啊就。啊，你用插你家，我插你家，好无？我嘛要做家己的。对，啊，你就会当摕再来算看嘛，你体验看嘛。摕只。爱先解。这是什么木头？什么插头？这是迄个黄锦树，啊，但是咱叫鸡叶啊树，鸡叶啊，叫做鸡叶啊嘿。片河嘛就鸡叶啊村呢，嘿。啊，慢慢卡飞机，啊慢慢卡，一直卡。对。哦，老灰老地了，知啊？严重，我真正。啊，免伤大，慢卡伤大啦，免卡啊来变。你敢袂伤寒？我的手垫在这里，啊，我动落去。慢慢卡。你嘛咧阿戆的，啊，你真正严重。敢背个啊？背个。你还是要尊者，尊较会伤无？啊，若无就是卡无头。来，我你讲你家迄个。你家个卡无头。超级智慧互动卡无头，有所在个两条咧。啊，有所在个两条。真贵。你再看那你再挂灯，有所在你挂无灯伊就。今日我要来甲你睇啊！你走啊，你到位。你走啊，你到位。好走。快点停！不了，对，你搞你，你不能说这个抬起，你再挂无灯，你挂无灯，你再挂无灯。看我呀！袂使安尼算，安尼较危险嘛！你这个是爱挂开掉。你讲这个较厉害，你用第三咧算。我你讲，我咧说是安尼啊。我是错了卡，你还等他。你看，啊，你错了，你要等手，安怎无？来，安尼遐，这几只啊？你敢用？你爱甲用？你挂无灯啦？挂无灯，第一挂无灯啦，第二讲无头啦。第三你还去上课啦，哎，甲报纸。去上课，我讲呀。哎，那大伯你来哦，你来迄个。我。啊有灯，啊无灯。你根本袂晓。啊袂灯。起来，伊讲背得出来，起来。你看是大牌，伊无大牌。哎，你生这对无？哎，你生这好生就是爱一个规则，你知无？你先对来对，不要生小拍。你只要摕人的啦。无你也生啊小拍。你怎么可以抢拿人家的？你这样最好你最好。我这乱讲。你叫大家走开来啦！嘿啦，我即摆先紧张啊，我要投票啊啦！要投票，哎，去佚佗啦！唔免投票，阮会去佚佗啦。是啊，不是，新萌姐收几岁啦？我这种我们几岁可以去？你这新过幼稚啊！我讲嘛。哎，但是大家看起来算会足欢喜呢。应该是爱做爱出发的。做爱出发啦，那想要出发，那甲咱去点抽出来啦。恭喜好队，